好，來繼續來看屏東一個30歲男子，規身軀攏是血，賽車載伊到病院的駕駛，該等離的病院就做伊走路，加在急救了後無生命危險。講這個受傷的男子是屏東夜市真出名的烏白切的少年頭家，因為替下骹細漢的出頭處理着糾紛，結果去互甲受理，若主嫌嘛已經互逮捕，移送法辦。白色轎車駛到病院急診室門口，車頂無人落車。過幾分鐘過，駕駛總算開門拍開後車斗，新片規領衫出來，隨後則佮規身軀是血的查甫人血後車斗拖出來。保全看毋是說，趕緊總到病院內底通報。駕駛隨賽車逃走，無偌久，護理人員殺桶甲做伙將這一位重傷的查甫人殺入急診室急救。膝蓋骨跟手肘骨那邊都骨頭都有裂開，有鈍傷也有刀傷。30歲的徐先生送到病院時大變血，加在經過急救才無性命危險，安奈互人拍甲重傷。昨下晡3點外，屏東上海民族路口，當時一台白車衝過路口去弄被害者，幾位查甫人驚甲四界走。犯案過其中一台轎車車頭冒氣，隨着兩台白車嘛趕緊逃走。包抄給他夾緊，撞得那個年輕人滿臉都是血，抓不走硬打，硬把他拖上車。看到我們這裡吃冰的客人，每一個都吃不下了。根據了解，被害者徐先生捌鐵到屏東一百碗，屏東夜市仔知名烏白切的頭家囝，伊因為替小弟處理含詐騙集團的糾紛，19號叫對方押走，擱等佇咧病院。伊的爸母單位國外當來台灣，接到消息，隨趕到病院關心。他有固定的工作。已將涉案主嫌拘捕到案，全案將依妨礙自由及重傷害等罪嫌嚴辦。即賣警察已經開始追查，會進一步釐清兩邊衝突的主因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